儿，快点，快点！公子，公子，慢点跑。公子，这是你通哥哥，快跟通哥哥打招呼。通哥哥好。公子，这是你的弟弟公子季。哦，去摸摸小狗狗。季弟弟好。我可以摸摸它吗？你可以抱抱它。弟弟。公子，公子，皇后也是为了你好。别来烦我，说不多就不多。我喜欢读甘茂大夫给我拿来的《楚兵法》和《诗谣》，不喜欢读《周礼》和诗书。可你不读周礼和诗书，将来如何当太子？如何当大王？读兵书，会打仗，将来就可以做大王。嘿，小狗儿，公子，公子，丽儿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你抱它一下。哎呦，公子，你怎么推人？没看见，不是诚心的。我是哥哥，你怎么对我如此无礼？哈哈，你还好意思当哥哥？风一吹就倒。你以右犯长，不知礼仪廉耻。我是嫡公子，将来还要做太子。你不给我让路，你以下犯上，以贱犯贵。你当得上当不上太子是父王说了算。好，就算我当不上太子，可也下本公子就推你了。你又怎样？你欺负人，欺负你又怎么样？别跟他一般计较。你这孩子怎么无人管教？竟然冲撞嫡公子，还不快快赔罪！是道哥哥先推倒了通哥哥。你这么点小人，能知道什么？我知道讲理。公子说得好。绿儿，我们走。你走，小狗留下。你为什么抢我的绿儿？这是我的狗，又不是你的。啊，臭狗！绿儿，你摔死了绿儿！你赔我的狗！你赔我的狗！你赔我的狗！哎呀，我怕。公子没事吧？公子头，来，怎么样？公子头，公子头。真没想到公子到小小年纪就如此心狠手毒，惠儿没有尽责，请夫人责罚。这也不能怪你。当儿戾气如此之重，不是好事。不知王后是否有所察觉？公子通头上流了好多血，那小狗也死得好可怜。樊长史应该带着公子通去找大王讨个公道。小孩子间打架，如何让大王评理？再说了，那樊长史是最胆小怕事的人。那樊长史就只能把委屈咽在肚子里了。戾气伤人，既伤自己，又伤他人。好高兴啊，东哥哥哭了。季儿，咱们把那2只小黄鸟送给通哥哥好不好？好。姬儿是个和善的好孩子。姬儿，娘亲抱抱。我的小鸟给东哥哥。好孩子，娘亲一会儿给你做枣糕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樊长史也别太伤心了，小孩子伤口长得快，换几次药就会好的。那公子当欺人太甚，童儿与他也算是兄弟，可他却下此狠手。娘亲莫哭，孩儿以后多吃饭，快快长，长大了为绿儿报仇。童儿休得瞎说。那应当是嫡公子，他娘亲又是王后，你哪里惹得起他们？是嫡公子就可以欺负人吗？那通儿和娘亲就要永远被别人欺负吗？小孩子说话都是无心的，樊长史也别太在意了。夫人，八子身边的惠儿来了。樊长史，八子让我过来看看公子通伤得厉害吗？这是一盒生肌神仙散，八子说是治跌打的灵药，给小公子敷上，等伤口好了以后，连疤痕都不会留。不错，这里面有川贝、冰片、龙骨、麝香，的确是好药。
这个是公子季送给公子通的小黄鸟。公子季说，等有功夫，他来陪哥哥一起玩。回去替我谢谢八子，告诉他，等过一日通儿好些，我便亲自带着他去八子那儿道谢。樊长史不必多礼，慧儿告退。智婆婆，你看这2只小鸟多好玩。有些人我们惹不起，却躲得起；可有些人，我们一定得记住人家的好啊。姐姐，妹妹来的正好。都说这插花讲究高低错落，疏落有致。你看这花该怎么插好看？姐姐，让我来试试。姐姐，你看，这样如何？俯仰呼应，上轻下重，还真是好看。快，把这花拿到当儿屋里去。是。赐座。是。这几日当儿在成明殿读书，辛苦得很。我担心大王过于器重当儿，万一当儿有点差池，反倒让大王失望。大王是希望公子有一日能成为气力大统之人。是啊，都说当儿虽小，但有王者风范。王者应具有5德：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。勇则不可犯，智则不可乱，仁则爱人。妹妹像是话中有话。姐姐可知，昨日当儿在园子里为了公子通养的一只小狗起了冲突。果真有此事？是，王后。怎么回事？那是因为公子通先招惹了公子。小孩子和小孩子嘛，都是打出来的交情。当儿打伤了公子通，还摔死了小狗。王后，那个公子通可比咱们公子的年龄还要大一点呢。公子通比当儿年纪还要大，却打不过当儿，也是笑话。姐姐可是希望当儿有一日能成为大王？人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妹妹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担心当儿身上有一股戾气。当儿才多大，哪来的什么戾气？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。好了好了，姐姐知道了。等当儿回来，我会教训她的。是，姐姐心里有数就好。当儿就快从成明殿回来了，给她的点心准备好了吗？回王后，早就准备好了。既然姐姐忙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妹妹慢走。上门数落我们公子，不过是极恨大王恩宠我们公子，没有抬举他家孩儿。公元前317年，秦前左庶长初立基率军出函谷关，反击韩赵魏3国联军，于修余大败联兵，斩敌8万多，俘获魏国大将申差和赵国公子可，韩国太子焕战死。函谷关之战是战国时期最后一次诸侯合纵攻秦之战，从此6国再也无法抵御秦国的兼并。
今儿饿不饿呀？要去多吃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继儿，大王，大王，大大王，继儿又长高了。对，大王今日这么早就下朝了？今日大朝没什么事，只是谈论了一下此次大捷的封赏。我已下令将修鱼之战的捷报传谕全国。自商鞅变法以来，秦国势力日强，六国一直想联手将秦国打压下去。这一战之后，恐怕他们再也不敢小觑我大秦了。诸国战败，只得给大秦割地赔偿。张子这次出使列国，定会风光得很。大王，是否让张子出使，先去赵国？我知道，你这是为大公主计。哎，好香的饭食啊！寡人在这里用晚膳。大王好口福，今日做了白果炖老鸭，鸭肉性凉，大补虚劳。今儿和大王一样，喜欢吃鸭子。这次修鱼之战，你弟弟魏冉和公子华都立了大功。真的？那要给弟弟和公子华封赏了。司马错在奏章上将魏冉好一顿夸奖，说修鱼之战，魏冉提供了绝佳的伏击点，并领军以5000人挡住了好几万韩魏联兵，为楚离子的追兵到来赢得了时间。太好了，魏冉没有给你和寡人丢脸。月儿，该感谢司马错将军调教有方。小冉从军时还是个孩子，他在军中长大，向骁勇善战的将士学了一身本事，那是他的幸事。也是他够努力有天分。这么多军中勇士，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，唯独是他立下大功，证明他才干出众。寡人准备好好赏赐于他。那大王打算赏他什么？司马错上表说，请封他为君侯，赐大夫爵；寡人却拟封他为皮将军，赐攻城爵。月儿多谢大王。小丫头，此次为何不谦让了？当仁不让。倘若大王因为宠爱我而赏他，或者是他绝不抵攻，那才需要谦让。如今大王赏赐他，是因为魏冉自己立下的军功，我何必替他谦让？好一个当仁不让！更何况，大王欲提拔军中青年将领，以替代世袭军将以及老军头，月儿深以为然。眼下前门收拾了猛虎，后门该教训恶狼了。寡人腾出手来，打算关照一下搅扰我大秦多日的一群人。那大王打算让谁去？我知道了，定是那个刚刚被封了皮将军、赐攻城爵之人。大王放心，魏冉定会知恩图报，再立新功。知寡人者，芈月也。痛不痛？不痛，姑姑看着都痛，公子怎会不痛啊？只是皮肉破了，又没有掉脑袋。当儿这孩子太莽撞了。早上当儿和壮儿一同去骑马，内侍们照应不周，两个人都从马上摔了下来。壮儿疼得直哭，当儿却一滴眼泪也没掉。勇敢是我秦人之美德，为王者要有气壮山河、勇冠三军的气势。大王还夸他，您瞧这一身新衣，半日就被扯了好几个口子。新衣破了可以缝补，像壮儿那样，胆子破了，拿什么缝补？父王小时候也打架吗？当儿休得无礼。
父王小的时候是个打架高手。怎么样？父王小时候也打架，而且还是高手。这孩子，整日和小内侍们混在一起，摔摔打打的，我都担心他受伤。父王的天下都是打下来的，还是昨日一个打他们2个，今日我要打他们3个。好啊，公子人小志大，好厉害！庄哥哥，走。父王，母后，儿臣告退。你们也下去吧。同是兄弟，相比之下却大相径庭。当儿自小最像我，骁勇果敢，有胆量，王者风范。大王如此夸赞，我是担心惯坏了当儿。明日让当儿搬入成明殿偏殿读书，寡人也好时时对他指教。谢大王恩宠。寡人回成明殿去了。恭送大王。人家都说进了成明殿偏殿读书，就是为立太子做准备。大王当太子前也是在成明殿读的书。这话不可到外面乱说，让大王听见就不好了。王后，大王还下令封了芈月的兄弟魏冉为皮将军，赐功成爵，还不都是因为芈月？且不说芈月在大王眼中的分量，那魏冉封爵是因为在函谷关立了军功，只可惜我身边没有一个能为我争天地的好兄弟。不过大王最中意咱们公子，王后有了公子，再高的爵位哪比得上未来的大王？昨日甘茂与张仪在朝堂上又吵了起来，甘茂和张仪历来不和，大王提拔军中新进少年替代世袭军将，必然引起甘茂等朝中旧人和老将军们的不满。珍珠，你去给我拿500斤，外加100匹楚锦，给甘大夫送去。他也是楚国人，曾是石举先生的弟子，我们对他更该亲近些才是。另外，给初离子送上同等份额的礼物，他是当儿的王叔，亦是左庶长，大王向来依仗他，朝廷里有他说话，大不一样。若甘大夫和初离子问起来，这不年不节的，何以送如此重礼？就说当儿从小热心军务，希望有朝一日得到甘大夫和初离子的悉心指教。是。八子虽说好久没来马厩了，但那匹马我都让这儿的人小心伺候着。老朋友，好久不见，你脾气还是那么大吗？一渠人的种生猛得很，这平日都没人敢招惹他。一会儿等他吃饱了，带他去透透风。是。大公主。大公主。大公主，你是有意在躲避我吗？八子见谅，你是父王的宠妃，我上赶着巴结还来不及呢。你我之间无话不说，从不兜圈子。以前没有，以后必不可少。这是为何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八子只要不怪罪我以前的莽撞无礼就好。我几次去你宫里找你，你都让侍女把我挡在门外，说你身子不适不见人。我想知道缘由。提起缘由，我倒是想知道，你找我何事？燕王哙让位给子之，齐人已经借太子平之名准备攻打燕国。
大王派张子出使，与赵侯雍相约，等燕齐两败俱伤之时，共伐燕国，助你和公子之复国。好高明的计谋，的确高明。这计谋不是你的，也不是大王的，好像并不完全是那个以锦囊妙计著称的张仪的。大王告诉我说，这是苏秦的主意。他苏秦数上策论都被退回，可见父王身边人才济济。为何父王还要听从一个落魄世子的计谋？大王唯才是举，物有所依。这话他人或信，我却不信。为何？张国相是八子的至交好友，他人耀目，岂不使得国相黯然？大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恐怕他对有些事情误会了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昨日听到大王有些咳嗽，臣妾特地熬制了贝母百合羹，给大王润肺。加了蜜糖，很可口。自从函谷关大捷，大王名扬四海，接下来大王准备如何？王后猜猜。那就是帮着孟莹母子复国。错。大王准备巡幸伺机。比那更重要。公子们都即将成年，大儿也过了8岁，望9岁了。大王是该看远一些。臣妾猜测，大王是……寡人已经教训了韩赵魏三国，下一步就是收拾老在寡人身后趁火打劫的义渠人。前些日子，大王不是让司马错带着魏冉去收拾义渠人了吗？他们定会让义渠人长些记性的。今日战报，魏冉连连击溃义渠兵马，眼下义渠王已经被秦军围困在他的老营，寡人打算亲自带兵去征服他们。大王威武，必定一举成功。这次出征，是否要带上嫔妃服侍？带1、2个便可。臣妾想那景氏性情温和，细心体贴，照顾大王定是最好的。景氏失去了孩子后，身子一直没有恢复，出征车马劳顿，过于辛苦。寡人还是带上芈月去吧。芈月曾经去过义渠人的驻地，对那里多少有所了解。芈月服侍大王多年，深知大王习性，她当然是最好的。臣魏冉拜见大王。免礼。谢大王。这就是义渠老营吗？是。他们有多少人马？不足1万人。
下义渠苟延残喘。司马将军、魏将军，你们以为下一步战局如何？义渠人向来狼戾不仁，这几个月咱们打了几场大仗，俘获了不少义渠人马，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。现如今，义渠王和他的部下就被围困在这山谷里。前几日还派人传出信来，说愿意归降秦国，让咱们尽快派人前去商谈。不过困兽犹斗啊，有探马报告说，山谷里兵马调动频繁，只怕义渠人是打算假归降，而趁商谈之际拼死突围。兵以诈立，义渠人天生桀骜不驯，寡人要当心他们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芈八子，大王，丫头啊，可见过了你弟弟魏冉啊？他在军中军务繁重，哪里顾得上？寡人见过他了，年轻有为，英武不凡。等收复了义渠，你们姐弟俩就可以好好相聚一下。谢大王。这是干嘛？大王别动，给你戴顶花冠。好看。如何好看？以你嫣红，老伯戴上花冠，比戴王冕好看。后宫女子也就是你，以为花冠比王冕好看？他们是太看重那顶王冕，而不在意是否好看。又说傻话了。老伯嫌弃月儿，傻有傻的好处。有何好处？赤子之心，纯一不杂。谢老伯夸奖。这些日子，老伯鞍马之劳辛苦了。要不要跟月儿去外面散散心？草原是郁郁葱葱，美不胜收呢。寡人打算明日派人跟司马将军一同前往义渠营地，商议接纳义渠王归降之事。一来，谈谈他们的虚实；二来，也要他们知道秦军这边以逸待劳，严阵以待，免得他们仍存侥幸之心。这个人最好跟义渠有点交情。若是张子或者雍大人能在就好了。张仪出使列国未归，临行前雍瑞有病了。司马将军过于耿直，遇事不善转圜。那老伯觉得月儿如何？你不说，寡人正想问你。那义渠王听说你跟寡人来了，竟派人来说要见你。他知道我一定会去找他的，因为义渠大营里有芈月的兄弟，就是那个被狼养大的孩子。是啊，所以还是由我陪司马将军前去，只当是探访故人。即使他们有所算计，也不会特别提防一女子。好吧。司马错拜见义渠王。义渠王，别来无恙。月公主，听说义渠王打算率部归降，八子特来探望故人。大王，大王，月公主，身为秦王的宠妃，亲自来到我义渠大营，是我等的荣幸。请。大王听说义渠王迷途知返，有归降称臣之心，十分欣慰。义渠与秦国本为友邦，早有盟约，朝贡于秦。只是义渠王受公孙衍挑唆，反复背叛。这次
还需你等拿出诚意，真心相见，才可化干戈为玉帛。我义渠人向来都是先谈交情，后谈交易，酒过3巡才知道是不是朋友。上酒。慢。按大秦的规矩，该是先谈交易，再谈交情。既然这样，咱们什么都别谈了。义渠王不要对司马将军恼怒，他不知义渠人的情分深浅，都在这酒水里。芈月愿意客随主便，我先来敬义渠王一碗，望义渠王能推诚相待，口能对心。月公主早年在我义渠做过客，也该知道我义渠的习俗。来，司马将军，既然如此，在下也敬义渠王一碗。干！干！这些年，我一直牵挂留在义渠的亲人，不知小狼弟弟可安好？还小狼呢，那小子如今都已经是头狼了。义渠王古道热肠，能否方便时恩准芈月与弟弟一见？好，没问题。司马将军，来，再干！干！司马将军，你也是初到义渠，我虎为敬你一碗。多谢。干！月公主，你我是故人，我敬你。义渠王说是要归降大秦，可我刚才进来前，看到义渠兵马枕戈待旦，戒备森严，毫无懈怠，这不像是要休战的景象。我们义渠人的命是自己的，这睡觉也得睁一只眼。这是你的老营，是你们义渠的地盘，你若不想归降，秦军谁又能围得住你们？可见我义渠人归降之心绝无虚假。明明是待价而沽，却说自己诚心实意。你那义渠草原大半都到了秦国手中，你就算逃出这山谷，又能有何作为？如此说来，我义渠只能向秦国称臣了。不过，我既已称臣，秦王必须以礼相待，从此两相相安无事。可秦王要的，并非是义渠名义上称臣，而是真正的归降。义渠王去王号，改称义渠君，也就一字之差。义渠治理也都要推行秦法。什么？义渠是我的义渠，为何要推行秦法？既然义渠王对秦王称臣，那义渠就该是大秦的国土，推行秦法也理所应当啊。你要是这么说，归降之事不谈也罢。义渠王糊涂，你想想，自从大秦推行新法，国强民富，天下无敌，立威诸侯。既然秦法对治国治民有好处，你为何不先试一试再说不呢？义渠人有义渠人的活法，为何要向别人学？你那活法若好，就不会被秦军铁桶般围在这山谷里。你们归降已经是城下之盟，但秦王仁义，他已经答应将占领的义渠土地全部交还于你，并由你来管辖推行秦法。从此大秦就是义渠的后盾，遇上天灾，大秦就是义渠的粮仓；遇上敌手，大秦就是义渠的帮手。这有何不好？义渠王是聪明人，秦王愿意从此与义渠化干戈为玉帛。秦国强大，义渠也强大；秦国富足，义渠也富足。义渠众生的福祸，只在大王的一念之间。义渠王，我何时能见我弟弟？本王改主意了，我看你们姐弟
还是先别见了。哦，义渠王这是何意？等我们这桩买卖真正谈妥之后，你们姐弟再见也不迟。大王，谢大王。谈判的人已经回来了，义渠人接受了全部归降条件。好，义渠人这次总算学乖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可以举杯庆贺了。是。魏将军，你姐姐很好，有空去看她一下吧。谢大王。让我们一起敬秦王！敬秦王！敬秦王！干！干！来，我们大家再敬秦王一个！敬秦王！敬秦王！敬秦王！敬大王！干！干！草原上的酒果然不一般，寡人喜欢。芈月公主，这草原上的酒，秦王说了很不一般，难道你不想尝一口？芈月敬义渠王。请。芈月公主，你果然是女中豪杰啊！秦王，刚才你说这草原上的酒很不一般，其实啊，我这草原上的女人也很不一般，不知秦王你是否喜欢啊？女子似酒，又不是酒，要看个人的口味。寡人就喜欢芈月这种口味。不知义渠君的草原上有没有同样的女子？世上谁人能有像秦王一样的好福气啊？好，为好福气，干杯！干！魏冉将军好酒呀！干！大王恕罪，芈月约了魏冉弟弟相见，去就来。去吧。为了大秦和义渠的盟约，义渠君来，我们再干一杯。好，请。姐姐，来，快起来。姐姐，这几年东征西讨，也没什么时间跟姐姐相处。皮将军，近来可好？啊，姐姐还拿我打趣。姐姐这是高兴。我已经有一大块封地了，所以以后不管姐姐有何事，小冉都能为姐姐遮风挡雨了。小冉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嘘！什么人？出来！怎么了？站住！姐姐，你是？姐姐，你是小狼？你还记得我？
你真的是小狼？你都长这么大了。你干什么？姐姐，他是谁？他是小狼，是我弟弟。弟弟？姐姐，我不喜欢他。好了，来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弟弟，我们找地方说说话。姐姐，以前可从来没听你说过，你还有这么个弟弟。他是小狼，是我在义渠时认养的弟弟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他并不真的是你的弟弟。你才不是弟弟！多个弟弟有多好，小冉也多个兄弟。我当时以为可能会死在义渠。小冉，我想你，像葵姑，像荣弟。小狼的年纪比你还小，他也是孤苦无依。看到了他，我就像看到了你们似的。离开义渠时，我自身难保。小狼是和狼一起生活过的孩子，野性未驯，刚刚开始学画。义渠人不肯让我带上他。后来我也曾请求大王派人去义渠接他回秦国，义渠人又不肯把他还我。真没想到我们能够在这儿团聚，这义渠王还算是讲信用的。是义渠君。义渠王。义渠君。义渠王。你好了好了，别争了。小狼，你这么维护义渠王，看来他待你不错。是不错，瘦的皮包骨，看来是没吃过饱饭吧？你倒是肥头大耳的，真是长得肥的狼，是吃不到肉的。狼？小狼？笑死我！就你这种皮包骨的狼，我赤手空拳打你3个！来啊！来呀！来！哎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来啊！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！你们2个，别管他们。男人的交情都是靠打出来的。义渠王，月公主，从今日起，在下已经去除王后，以后请称我义渠君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也早不是什么楚国公主，而是秦王的王妃。你该叫我八子。我偏喜欢叫你公主。就你这脾气，我真没想到，你也会对谁俯首称臣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更何况做你的臣子，我心甘情愿。义渠君，拿我说笑了。昨日见到你，我才知道，当初为了那点粮食放你回去，我真是够蠢的。听说义渠君娶了东陆公主，恭喜了。你别假惺惺的好吧？你知道我想娶的女人是谁？小狼身手不错，看来义渠君的确很照顾他。我要对你说声谢谢。我也没白照顾他。这些年，小狼替我打了不少胜仗，他是个勇士，是个有用之才。可他看上去这么瘦弱。哎，你别看他瘦弱，他吃的比谁都多，打起仗来比谁都狠。他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。我问过老吴原因，老吴反问我：“狼就是狼，你见过肥胖的狼吗？”
老吴风趣得很。也许当初是在狼群里生活过的原因吧，我看他这辈子都胖不起来。但是啊，你别跟他说说，他的力气可比谁都大，多少个大汉都打不过他。哎，你看，好了，别打了，自家人，实时伸手就罢了。小冉，听姐姐话。没听见公主说的话吧？回来。小冉，当初亏得没让你跟公主回咸阳，要不然以你这狼脾气，不知道要惹出多少祸来。既然我们姐弟三人受义渠君之恩惠，有幸团聚，那义渠君能否好人做到底，将小狼还我？公主啊，你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从不做好人。小狼大了，腿在他身上，你留不住他。是吗？哼，小子，你不会真的是这么想的吧？狼就是狼，怎么养也养不熟。行，算是个人情吧。以后你想起来，还能念我个好。小狼，可以和姐姐哥哥回家了。谁是哥哥？他打不过我，再来啊！小冉比你大，该是你哥哥。他从小没叫过任何人哥哥，他得慢慢学。真是只狼。小冉，你是哥哥，要有度量。哎，姐姐，也给他起个名字吧，别小狼小狼的叫着。倘若将来有一日，他跟我在军中立了军功，也得有名有姓，有个出处。嗯，小冉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在狼群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上挂了个铜牌，上面铸了一个白字，莫不是他的姓氏？白，姓白。对了，你姓里的确有一分支姓白。小狼，你真是注定要做我弟弟。姐姐说姓白好，就是好。白，叫白起，怎么样？我有名字了。我叫白起了，我叫白起了。这次收服了义渠人，你立了大功，要寡人怎么赏你？那就让老伯背一背芈月。小丫头，讨赏讨得无法无天。老伯不肯赏就算了。哎，好吧。哎，小丫头，那义渠君看你的神情有点古怪啊。如何古怪？像狼捡到了肉。即使是狼，他也要忌讳大王手中的利剑。你找到你那义渠的弟弟了吗？是，臣妾还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叫白起。好，那你打算怎么安置他？臣妾想让他跟着魏冉从军。好，血性男儿，罪我沙场。寡人喜见你的弟弟们都成为大秦的社稷之妻。多谢老伯。大王，没事。大王，你发烧了。大王有恶寒，
舌边尖红，苔腻，脉象浮缓，身上有暗红的肿块，看来大王是被毒虫咬了。何种毒虫？应该是草原上特有的恙虫。我这就给大王开药，只要悉心调养几日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大王，咸阳来人急报，说齐国出兵攻打燕国，杀死了燕王哙，又将此之剁为肉酱，并与中山国相联手瓜分燕国，燕国大乱了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马上派人联络赵国、秦赵两国一起出兵，送孟莹和他儿子入燕。是。马上备驾，寡人即刻回宫。是。大王，你还病着呢。被小虫咬2口算什么？不疼不痒，还不如蚊蝇厉害。大王不可小觑那恙虫，若不及时诊治，后患无穷啊！你是寡人的太医令，跟寡人一同上路，寡人有你任意调理，可以高枕无忧了吧？大王，事急从权，寡人和司马错将军先走一步，这里的未尽之事就交给你了。大王，这样一来，是不是大公主孟莹很快就要走了？对，这也是她的机会。我在草原打搅义渠军多日，从今往后，望义渠和大秦成为真正的一家兄弟。既然是一家，你们秦王刚走几日，你就急着要走？即便是一家兄弟，也不可总住着不走啊！你把我义渠最好的勇士都拐走了，我做的尽是赔本买卖。你看，说着说着又生分了。姐姐，大王令我们率军直插燕国，与姐姐不同路，就此别过，请姐姐一路珍重。小冉放心，我把白起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待他。姐姐放心。白起，跟着魏冉哥哥，腥风血雨，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姐姐，你在咸阳等我。邢夫人，快起来吧。好久没有见到贵人了。听说八子随大王去义渠，刚刚回来。离开咸阳时万木葱茏，此时已是金秋了。难得你刚回宫就来见我。芈月在外一直惦记着邢夫人，我给夫人带回了草原上最好的羔皮。多谢你还想着我。原本想着能赶上给大公主送行的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大公主启程去燕国，听说大王前日亲自前往相送。是啊，秦赵两国出兵，情势不等人呐。公子直将被燕人拥立为王，孟莹随着秦军入燕，将为母后摄政。
月儿真心为大公主高兴。是啊，梦莹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大公主离开秦国前，我们好像有些误会，没来得及解开。梦莹心里边纠葛的是那个苏秦，他们两个终归是有缘无分的，这件事情也不该怪你。大公主和苏秦有情分，生死无忧，坐拥高位，能得到她这个位置，是生在大征之时的女人最终的追求。即便是她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，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了。那如果大公主想要的，并非是生死无忧、坐拥高位呢？她是王家的儿女，不该另有他想。大公主若真因为苏秦一事怨恨月儿，那月儿的确愧疚。小儿女之情只是浅蛙之水，面对大江大海，该有不同的情怀。大王，趁热喝了吧。太医令说，大王在草原被毒虫咬了，一直没有好好的调养诊治，老这么拖着，就给耽误了。太医若不常说些吓人的话，又怎能从寡人这儿拿到俸禄？拜见大王。芈月回来了。听说大王亲自将大公主送出咸阳百里之外，刚刚回宫。寡人并非多情善感之人，但是这次梦莹要走，心里突然有些忐忑，所以多送了些路程。大王的病一直未痊愈，该多注意身子。大王，把药喝了吧。怎么连你也来啰嗦寡人了？多谢大王。夫人，听说太医院又派人去成明殿了。唉，自从2年前大王去了那义渠草原，被毒虫咬了，这身子就一直没有调养过来。一到春秋换季，就犯咳疾。朝堂上好像又有人在议论立储的事情。论才华，论军功，公子当中无人能与华儿比肩。朝堂上和旧族里也有不少人看好他。所以说，一旦大王立太子，公子华定是不二人选。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尘埃落定了。王后，拜见王后。甘大夫免礼，赐座。是。谢王后。这2年，当儿在甘大夫的悉心调教下，学业大有长进，这都是甘大夫的功劳。王后过奖，公子天生是运筹帷幄的战将奇才，将来必定能够成就秦国的雄图霸业。论感恩，该是微臣拜谢王后。甘茂在外闯荡多年，无法在双亲面前尽孝。昨日收到家书，说留在楚国的老母亲多次得到楚国王宫里的照应。甘茂肝脑涂地，无以回报。甘大夫太见外了，快请起。我们都是楚国人，自己人关照自己人，那是应当的。啊，
前不久，大王还向我问起荡儿的功课，我说荡儿十分用心，在甘大夫和初离子的调教下，已经读过大夫仲2篇，离子10篇，楚兵法7篇，正要研读魏公子21篇。看大王的意思，像是要考一考荡儿。既然如此，我等该早做准备。大王一向重视公子，否则怎么会这么关心公子的功课？这看重是一回事，立储又是另一回事。大王不也一直看重公子华，也曾打算立他为储君吗？那时大王没有嫡子，先王后与魏夫人有关系特殊，那都是旧话了。眼下大王有了公子荡这个真正的嫡子，公子华怎么可能与公子荡相提并论呢？更何况微臣也向初离子提起过公子荡，初离子也曾在微臣面前狠狠地夸了公子一番，说公子龙居凤雏，天生王者。想来想去，这事还是要由初离子出面才好。尽管秦国有兄终弟及的旧例，但我看他对王位并没有觊觎之心。如今他既是左相，又是大奉常，应当由他帮我去向大王陈情。王后，在臣心目中，公子是太子的不二人选。只要朝廷商议此事，微臣定会鼎力支持公子。那就有劳甘大夫了。大王，初离子来了。臣拜见大王。看你的神情，有何紧急军务？并无急事，业务军务。可你眉头紧蹙，难道是有什么其他心思？臣思量了几日，以为这要说的事情的确要紧。坐。大王，我们此时所处之地，乃周王旧时公社。因周幽王宠爱褒姒，乱了嫡庶，以至于太子平出奔申国，人心不服。犬戎攻破西京，平往东迁，将犬戎占据的旧都抛给了我秦国的先王。先人们浴血沙场，无数白骨，方才有了今日大秦之强盛。但纵观列国，许多盛极一时的强国，都是因为储位不稳而引起内乱，强国衰落，甚至灭亡。你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是为什么人游说吧？非也，我是左相，又身为宗伯，主管宗室事务，当为大王谏言。欲见何言？大王，王后有嫡子，大王却迟迟不立太子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还记得商君吗？你还记得我因与商君意见相左，差点失去了太子之位吗？而祖父献公年幼时就被立为太子，又遇上了什么事？大王，我若不是早早被立为太子，就不会被身边的人推出来，作为商君变法执政的对头，逼得父王在储君和重臣之间做选择。若祖父献公不是早早被立为太子，也不至于被逼流亡异国，整整29年。臣弟惭愧。太子之位从来都是别人的靶子，大征之势，家国存亡就在寸缕举措之间，无论内外，搏杀残酷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。太子之位太早确立，就等于在国中又立一主，容易让心怀意念者聚集到另一面旗帜之下。臣弟明白了。
大王迟迟不立太子，就是不想让心怀意念者有机可乘。当儿是寡人嫡长子，天生勇武果敢。秦国历代选择储君，都以勇敢果决为首要。楚离子，你是否觉得他更合适？或许将来有一日，能为我大秦征战沙场，以武扬威。臣惶恐。大王英明，公子当好武力大无比。若再过几年，如有机会随臣征战沙场，定能成就大王心愿。看来王后请你教导当儿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大王明察秋毫。那你如何看华儿呢？按说公子华是大王的长子，好学上进，又多有军功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只是他的生母和其魏国背景，恐怕对他有所拖累。华儿才华出众，在诸公子中颇具威望。寡人只想对自己的每个孩儿都能做到公平。都说大王宠幸芈月，所以也难免爱屋及乌啊。继儿率真可爱，冰雪聪明。寡人政务繁忙之余，逗弄小儿郎，削发舒心。臣弟以为，那公子季既然是幼子，不必肩负国家重任，大王格外溺爱些也无妨。想来芈八子便是大王的解语花吧？芈月的确是解语花，但她也不仅仅是解语花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是怕寡人专宠妇人而乱了朝纲吗？臣弟追随大王多年，岂有不知大王为人的？我们都走这儿。想不想出来？嘿，把香烟拿过来，给我看看！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怎么办？再跑打死你们！给我站住！小心点，公子！别跑！还要跑！小心点，公子！再跑打死你们！别跑！慢点跑！别跑！弟，快跑！打死你们！弟，快跑！别跑！慢点呀，公子！我看！看！弟，快点！你们快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以强凌弱，非君子！滚开！叫你跑！把香拿来！你是谁？竟敢对我无礼！我是谁？我是你哥哥，你欺负弟弟，我替父王管教管教你。公子没事吧？滚开！你敢打我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欺负弟弟，就仗着身材比他们高，力气比他们大，遇到身材比你高、力气比你大的人，你只会说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你是谁呀？我是……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你打趴下，叫你跪着向我求饶。好，这句话倒像个好汉。那我就等你长大，练好本事，来找我打架。公子，姐，滚开！给我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公子，快跟上！
上啊！公子，公子！夫人，夫人知道公子要回来，早早就熬好了桃花粥，等着公子了。春吃鲜花，夏吃果，秋食野菌，冬喝汤。你在军中辛苦了，春天喝点桃花粥是最活血养颜的。母亲为孩儿太操心了。华儿，母亲听说刚才你在园子里打了公子荡。哦，他以大欺小，应给他点教训。何必管那闲事儿？得罪了王后啊！啊，既然已经得罪了，就得罪了吧。反正芈月眼下才是大王面前的红人。母亲，华儿只是看着不公才出手的，并非想讨好任何人。华儿向来最懂事儿了。快，趁热喝了吧。哟，妹妹。魏夫人，公子华，妹妹也逛园子呢。哎呦，真是凑巧了。昨日华儿还跟我提起你们公子季，说小小年纪正气凛然，令人刮目呢。魏夫人过奖了。公子华打抱不平，仗义直言，本该受芈月一拜。八字严重，说不上什么仗义直言，只是看不惯仗势欺人，以大欺小罢了。华儿自小就这样，所以在兄弟当中威望最高。继儿当以公子华为楷模。妹妹可算来了，我特地派人叫妹妹过来。姐姐，快过来。你看，这是太医院特制的桃花丸，我用了一阵子，还真不错。妹妹拿回去试试。谢谢姐姐，什么事情都想着我。你我连理同知，与他人自然不同。荡儿和继儿手足亲情，更是其他兄弟不能比的。姐姐说的是。我听说前2日，荡儿在园子里欺负了继儿，这哪像个做哥哥的样子？为此事，我已经责骂过他了。小孩子家不知轻重，等荡儿长大了，懂事了就好了。我是怕妹妹因为此事与姐姐生分了，更怕继儿受人挑唆，与荡儿从此疏离。不会，牙齿有时还免不了会咬到舌头呢。我就知道妹妹识得大体，顾得大局，他人再用手段也是枉费心机。对了，我打算把宫里的园子好好修整一番。好妹妹，你帮我筹划筹划，哪日我们一块儿把大王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大王整日忙于政务，臣妾想把这园子整治一下。平日里姐妹们可以寄情于山水，大王闲暇时也可以来这园子里散散心。难怪你今日一定要寡人来花园，原来你们都商量好了。是王后的提议，我只是帮着王后把大王请到花园里来。那王后打算如何做呢？臣妾已和众姐妹们商量过了，群策驱群力，倒真是有了些好主意。说来听听。臣妾想在那一边再开一个大一点的池塘，这个园子里有山有树有花，唯独缺的就是活水。山的那一边有一个湖，不妨开一个暗渠，把这活水引到大的池塘里，活水徘徊过大池塘，再返回湖泊。其实啊，这也是魏良人的心思。大王，前代贤君历来以山水之道治国，坎为水，艮为山，兑为泽，
而这3个卦爻又都意味着卦德，有水滋润，万物则盛。大王的园子虽好，但缺水总是一件憾事。润万物者，莫润乎水；中万物使万物者，莫胜乎艮。臣妾只是想让大王的园子锦上添花。说得好，水见存，习侃；君子以常德行，习教示。安排人手，马上去做吧。是。大王，臣妾想把那大池塘就开在山那边的山丘下。好，过去看看。公子，大王和王后他们过来了，赶快准备吧。嗨，你们都听我的率领，各回自家的阵营。咦，我的那个小木球呢？快给我找木球去！木球，公子，木球在这儿呢。公子，木球。你们赤黑旗的为一方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声点儿！明白。当儿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赤红旗的为一方。这些日子，大儿在甘大夫和处离子的调教下，悉心学习军务，日日在这儿和这些小内侍们演练兵法。华儿和焕儿，他们在疆场杀敌，当儿他们在后花园练兵。好，我们大秦后继有人。恭喜大王！童儿，你和当儿年龄相仿，为何不跟当儿一起玩耍？当弟弟力大膀粗，娘亲说如果跟他玩，启禀大王，童儿自小体弱多病，臣妾是担心他出事会伤着筋骨。男儿应该多经风雨，多见世面，凡常是爱子心切，寡人理会。但是过于呵护，总是不妥。是，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记下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众人恰好都在，王后不如让当儿带人演练一下，好让寡人同爱妃们高兴高兴。臣妾遵命。珍珠，是。公子，大王和王后要你开始演练。你们转过来。当儿，这是什么兵法？为了公平，当儿他们以木球来定夺开局方。木球由当儿从坡上扔下，滚到哪一方，哪一方就为攻方，而另一方为守方。这种玩法倒是有趣。这木球没有滚下山坡，这算什么？什么都不算吧？这个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就重来一次吗？你胳膊最长的，给我把球掏出来。是。大王。公子够不到啊！废物！说点事儿你都做不到，给我滚开！哎，你过来！当儿身上戾气太重。你们都给我过来！迎接把它挖出来，快点！王后，要不让人再找个木球来，重新开始，小孩子的把戏嘛。你见过一场大战，兵马出阵，又退回来再重新开始吗？你们这帮蠢货，连个破球都掏不出来，笨蛋，废物！废物！
魏夫人，你为何忍俊不止？王后刚才不是说要在这山坡下面挖一个池塘吗？臣妾以为不用费这个事儿了，公子当在那儿多挖些时日，池塘不就挖妥了吗？笨蛋！笨蛋！你这废物！杀了你们！让一让！笨蛋！废物！让一让！让一让！当哥哥，当哥哥，我来帮你。走开！我不需要你帮。当儿，既然继儿有了主意，你暂且让开。蛋哥哥，木球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继儿，到父王这里来。继儿告诉父王，你这个用水取球的主意是谁教给你的？是继儿自己想的。继儿这小小年纪，要是没有人教他，他哪里想得出来这么好的主意啊？夫子言：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继儿想，木球比舟船轻得多，水可载舟船，定可载木球。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。继儿聪慧，是寡人的好孩儿。芈月，你这个当娘亲的，教孩儿教得很好。当儿真是太不争气了。王后也怪不得公子，当时那么多人在那儿，谁又想出主意来了？难道那个嬴稷真的天赋异能，引物绝人？王后，先喝口茶吧。